未来娱乐台即将播出。台中县一直以来积极行销幸福城市的理念，并持续推动各项文化艺术的建设与活动，让艺术文化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让文化带动产业经济的发展。先民所创造遗留下的文化资产，是地方最珍贵的宝藏，更是每个人的精神与心灵的慰藉。恋恋中线，感恩晚会。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恋恋中线感恩晚会。是的，我们是来自台中广播 FM100.7的节目主持人，站在我身旁这位是佩玲。大家晚安，大家好。另外，在我身旁这一位是大森。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晚会。说到台中县，从民国39年走到现在，已经一个甲子的时间。说到中国人，在60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它代表的就是圆满。那当然，这也象征着我们文化的延续跟生命的传承。而在我们今天的晚会，包含了老中青3代的歌手。我们也希望用不同的元素，造就大家今天晚上不同的欢乐。这也让我想到哈，在细汉的时阵，我足介意去庙埕看布袋戏。讲到这布袋戏吼，唔那是用看的鸟，用听的嘛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位歌手，他唱红了很多布袋戏的主题曲，他就是荒山亮。大家好。咸水风起汹涌，阮拢紧如故。倒影行动，正气四方，将山东征中。行那好情浓涌，万枪无尽走。大四方，笑谈天穹，挽手乾坤了。天地，有我份英勇，双手一拨开，星海开创路，将伊开破伊那手伊用，岁月江湖，世事无常，痴心难担无辜，路有伊路。玄渺渺天地阴阳，太极那心风。太极那心风，天地阴阳，太极那心风。天地阴阳，太极那心风。江湖尽走，大四方，笑谈天穹，挽手乾坤了。有白花天地，有我份英勇，双手一拨开，星海开创路，将伊推破伊那手。江湖世事无常，痴心难担无辜。路有义，路有情，人有故。玄玄渺渺，天地阴阳，太极那心风。江湖世事无常，痴心难担无辜。路有义，路有情，人有故。玄玄渺渺，天地阴阳，太极那心风。太极那心风。
关线将改了，为何歌中向几度？人生啊，春暖已秋热，风浪啊，泛海甲冲强。 谢谢。
散梦，出征做气象。天上高风，一万舞，以后谈阮做。天地八方，有变从强。这心听日孤夜西风，对天要讲万天。子供の頃、父はいつも参加できなかった。ずっと知りたかった。いつも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あの人は一体誰だろう。今やっと分かった。あの人はいつか僕がなりたい父さんだ。頑張れ修一。マツダ5あったか発売。Mazda。给点优惠吧，给点优惠啦！有优惠吗？花旗才有，现在刷花旗信用卡，每刷满5笔888，立即享有3倍回馈。花旗用心，倾力以诚。西北水晶饺，QQ， 火锅的女主角，QQ， 西北水晶饺，QQ， 哦。三个，要请你好好照顾。放心，我给你好好照顾。好，又困。三个，你唔讲要甲我照顾？这款才是真正咧甲你照顾。哦，这就像爽啊大啊大鸡，估计忍去做的大雕。大雕连爽骨头酒。因为家人的关心，无时无刻不在。爸爸，请小心。别担心，新安东京海上24小时随时待命，只要一通电话，迅速抵达事故现场，让自己和家人都心安。新安东京海上就是比较好。飞利浦黑爵3D 系列全智慧电弧刀，360度立体刮净，全面体验一干二净。顶级电弧刀首选，飞利浦黑爵3D 系列。飞利浦电弧刀推出众多优惠，要买要快。醒来了吗？醒来了吧？麦当劳以天然酵母唤醒满福面包的生命力，蜂巢状纹理让口感更扎实，层层美味，新鲜现做，给你一早超有劲。早晨因麦当劳而美好，享受超值早餐只要49元起，拿提现即降价，套餐升级只要加10元。可以跑的高跟鞋 Lannew Super 高跟鞋高压垫动感上市，现在买满额送大弹力牛仔裤。Lannew 灿坤周年庆名牌全新会，12月17到26，盆内 iPad、iPhone 满额送 ，BenQ 14寸双核读写笔电不到15000，Takeo 10公斤洗衣机不到7900，还可抽Suzuki 汽车。灿坤。谢谢。其实呢，在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不同的歌手，也有不同的代表组曲。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这位歌手金架喜伯甘丹，87岁高龄，他可以在舞台上面活蹦乱跳，伊就是邓丽青。另外呢，还有咱的宝岛歌曲记录下。不简单哦，在6年的时间推出了将近1000首的歌曲。接下来热情掌声欢迎邓丽青记录下。大家好，大家好。风微微，风微微，孤单闷闷在地边。水莲开满满是，静静等待落水里。阮是思念
浪滚伊，暗相思无讲起，要讲惊遐心怀疑。阮唱出断肠诗，黑点人过也有时，孤单阮无明花，亲像轻过无一暝。谢谢。来，季老师。
自由行。谢谢，谢谢。现场的朋友，请把你的双手借给我们，大家一起打拍子。这里先一朵下，青春俩。春风微微吹名定，四边无分天清切。青春欢喜青春期。春雪那条蓝爱情啊，青春呀，青春呀的自由行。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郑老师在唱歌。係民國47年，我所管到羅大河迄一日，我今年87，多多指教。伊在起啊，羅大河，落家己的步。海阮三坡阿家谈哥哥海边算在甘大哥，也是初恋的日子，想起来开，也是为着彼好的情。今日又来想起是在路回路，谢谢。伊呀落大雨，都该去黄昏。人讲话大家幸福，命好大做。伊讲爸母不分输，但我看破将后做。讲起来海，真是顾着过去的青春。今日落想起是心如有雾。谢谢。呀，落大雨，都该去半暝。我对青林看阮听到上个一年。伤心体的分离，若抱着目屎鼻，想起来海。总是遗憾，可惜
代志，平安路天上喜，啊，天是美。哇哦，真正是国宝级的演唱。谢谢谢谢，有够厉害啦！蹦蹦又跳跳，感有谢。啊，谢谢谢谢咱的邓日清郑大哥。对，嘿那我们在现场呢，还来了很多位的贵宾哈，一一来为大家介绍。首先是我们台中县我们计划处的张恒忠处长，掌声欢迎。另外还有我们的丁文俊处长。是的，同时我们要欢迎的是消防局长曾进才。还有我们文化局的陈志生局长。是的，掌声欢迎，请起立挥手致意好吗？谢谢。另外还有我们台中市议员洪嘉宏洪议员，欢迎洪议员。是的，在我们今天的演出呢，可以说众星云集啊。接下来演出这位歌手不简单哦，他是金曲歌王罗时丰，掌声欢迎。不到新车哎！对啊，这一台 TDCi 超省油啊，还有机会送淋浴哦。因为全冻花岗岩全新落成，顶级度假温泉 SPA， 山河海球场景观，7000平中庭，世界级海湾建筑，台北湾汤泉国际海湾造镇28059898。成功的男人需要2座江山，一座为事业，一座是家园。最美的家，给最爱的他。富都新开发，集贤世家，8282-1288。维护孩童居家安全，您也可以做得到。振兴安全气密窗，全面加装儿童防坠器，用振兴最安心。给点优惠吧，给点优惠啦！有优惠吗？花旗才有，现在刷花旗信用卡，每刷满5笔888，立即享有3倍回馈。花旗用心，倾力以诚。这次金马奖有什么期待？当然是拿金喽！有没有信心夺金？现在记得参加就是得奖。没错，台湾大哥大金马奖，人人都有奖，想拿黄金，快办新马，人人开心奖。现在申办金马奖专案，鸿运金币送到家，还有0元名牌手机送给你。欢迎光临买购，这是公平的。飞利浦黑爵3D 系列全智慧电弧刀，360度立体刮净，全面体验一干二净。顶级电弧刀首选，飞利浦黑爵3D 系列。飞利浦电弧刀推出众多优惠，要买要快。西北水晶饺 QQ， 火锅的女主角 QQ， 西北水晶饺 QQ。昆
子供の頃父はいつも参加できなかった。頑張れよ。ずっと知りたかった。いつも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あの人は一体誰だろう。今やっと分かった。あの人はいつか僕がなりたい父さんだ。頑張れ修一。マツダ5あったか発売。マスター。
掌声不够热烈啊！掌声得延续。没啦，拍这波较袂寒啦哈，比较不冷，对，我好冷就怀念都干那笑，同我下你都意。有啦，怀念你。再次热情掌声鼓励，罗时丰怀念的凤凰。谢谢各位，感谢。今天很开心，很荣幸，大家能够一起来享受这个音乐飨宴啊！那今天也是我们这个再过几天，我们大台中就要形成了。希望我们台中市跟台中县就跟针线一样啊，串联在一起，能够串联的。在一起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展望美好的未来，好不好？啊！你是江，我是山，尖山永远念着我。人讲菩萨渐渐也着山，为何放阮在孤单？谢谢，祝福大家，谢谢，感谢罗时丰所带来这首《江煞节》。
都参像呢，台中市、台中关以后并了呢，合并之后呢，就像针跟线一样串联在一起。对，今天晚上呢，很多贵宾莅临会场以外呢，还有我们现场呢，台中县、台中市、中部4县市的民众，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哇哦！现在呢，大家的热情透过我们的电视台的直播，包含在未来综合台以及中视数位台，另外还有台中广播 FM 100.7，我们都做现场的转播。是的，我们的现场直播呢，如果说现在呢您有看到或者是您有听到的朋友，也欢迎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就在台中县立体育场，一起来感受这场难得的飨宴。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节目嘛，非常的特别。今天除了唱歌以外，也要被尬舞哦。哦，对，来自八家将的表演，掌声欢迎。福特新车哎，对啊，这一台 TDCI 超省油啊，还有机会送领域哦。因为有太多无法抗拒的福特购车好理由，现在买车送 Gami， 还有零利率，再抽澳门威尼斯人酒店及太阳剧团哦。Ford 月底前不涨价，福特限时抗涨专案倒数计时中。这次金马奖有什么期待？当然是拿金喽！有没有信心夺金？势在必得，参加就是得奖。没错，台湾大哥大金马奖，人人都有奖，想拿黄金，快办新马，人人开心奖。现在申办金马奖专案，鸿运金币送到家，还有0元名牌手机送给你。欢迎光临，买购，这是公平的。走，去吃海鲜。现在到了。没错，麦当劳海味羊虾堡，来自清境海域，有满满的美洲白虾，海洋鲜味吃得到。超值午餐更超值，只要99。西北水晶饺，QQ， 火锅的女主角，QQ， 西北水晶饺，QQ， 哦。青春期的孩子运动量真的很大，一般的运动鞋很容易磨损，一学期要换好几双，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学期我特别准备新的New Balance 大魔力运动鞋，3层强化抗磨大底，加抗菌纤维粒，抗压、抗震、抗菌，耐穿、耐磨又耐久。一双会当放几落双。谢谢New大魔力运动鞋，减轻妈妈的负担。New大魔力运动鞋全新上市。三，要请你好好照顾。放心，我给你好好照顾。好，又困。你唔搁要甲我照顾？这款才是真正咧甲你照顾。哦，这就像爽啊，大啊大鸡，估计人去做的大雕，大雕连爽骨了酒。灿坤周年庆名牌全新会，12月17到26 ，Connect iPad、iPhone 满额送 ，ThinQ 14寸双核读写笔电不到15000，Takeo 10公斤洗衣机不到7900，还可抽Suzuki汽车。灿坤。火锅新三宝，饺子、丸子、麻吉烧，有点黏 ，QQ 的刚刚好。西北麻吉烧。你热爱挑战，所以我竭尽所能为你打气。知道你聪明，只有更多的创新才能满足你。无论走到哪里 ，Made in Taiwan。都是你我烙在世界的印记。我是朋友，你最忠诚的朋友，永远视你为第一。掌声鼓励，耶！
场的朋友，把你的双手举出来，一起打拍子。我们会感受到双手暖暖的温暖哦。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在文化里面是没有距离的。是的，同时也象征着台中县文化传承与发展。掌声鼓励。月线就在三沙路，风吹微微，心爱的人哪会无来？就在三沙路，风吹微微，心爱的人哪会无来？谢谢来自文字音乐工作坊的演出。
紧接着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掌声欢迎秀兰玛雅。Hello， 大家好，可以给我一点热烈的掌声吗？谢谢。我知道很冷，我跟你们一样也很冷。Hello。人生自就被放空袂去你，苦情你秘密里，可受也是你，明在你心，用花嘴声，因何偏偏对你钟情？谢谢秀兰玛雅所带来的演唱。各位台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可以再来一次吗？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们声音很洪亮。大家好！哇，非常棒哦！接下来带来这首很好听的《雨夜花》，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谢谢。哎，那全别人给他大提琴好不好？有夜花。是有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晚霞，回下路途不再。买不到新车哎！对啊，这一台 TDCI 超省油啊！还有机会送淋浴哦。因为有太多无法抗拒的福特购车好理由，现在买车送 Gami， 还有零利率，再抽澳门威尼斯人酒店及太阳剧团哦。Ford 月底前不涨价，福特限时抗涨专案倒数计时中。
让7岁到70岁的生活更宽广。多款平板电脑就在远传，搭配指定费率只要0元起。飞利浦黑爵3D 系列全智慧电弧刀，360度立体刮净，全面体验一干二净。顶级电弧刀首选，飞利浦黑爵3D 系列。飞利浦电弧刀推出众多优惠，要买要快。西北水晶饺，QQ， 火锅的女主角，QQ， 西北水晶饺，QQ。三个，要请你好好照顾。放心，我会给你好好照顾。好，又困。三个，你唔搁要甲我照顾？这款才是真正咧甲你照顾。哦，这就是用爽啊大啊大机，估计忍忍的去做的大雕，大雕连爽骨头酒。飞利浦黑爵3D 系列全智慧电弧刀，360度立体刮净，全面体验一干二净。顶级电弧刀首选，飞利浦黑爵3D 系列。飞利浦电弧刀推出众多优惠，要买要快。无论你跟家人相隔多远，任何思念都能尽情传达。现在任何手机用户直拨007，打大陆、港澳、越南，每通前10分钟只要1元。女儿，我们好想你。你的未来，我比谁都关心。知道你爱探索，我为你留了更多的自然。知道你爱光，所以我和你一起打造更多的亮点。我是朋友，你最忠诚的朋友，永远视你为第一。提到这位歌手呢，很多人哦都是被他非常美妙的天籁之音所吸引。是的，他就是天籁美声，台湾之光林育群，掌声欢迎！你们的尖叫声可以再热情一点哦！尖叫、掌声一起欢迎林育群。Told you it was all meant to be. Would you believe me? Would you agree? It's almost a feeling that we've made before. So let me tell you, don't think I'm crazy when I tell you love has come here and now. A moment like this, some people wait a lifetime for a moment like this. Some people search forever for that one special kiss. Oh, I can't believe
来自林育群小胖的歌声。哇哦，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耶！对呀，当然呢，由他所带来的感动，大家是不是感受到的呢？对哈，当然呢，来自我们的小胖林育群的歌声哦，他的声音呢，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声天籁，而且浑然天成。当然呢，现在让他休息一下，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也象征着台中县市合并之后我们的新愿景，未来的第一站。掌声欢迎！是带来我的新歌，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曾躲在七十亿人海里面，因为爱才能集中到前面。我要的不多，就几分钟的时间，让我大声说出心里的感谢。曾躲在只是人海里面，因为子供の頃、父はいつも参加できなかった。頑張れよ！ずっと知りたかった。いつも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あの人は一体誰だろう。今やっと分かった。あの人はいつか僕がなりたい父さんだ。頑張れ秀一。マツダ5あったか発売。Monster。这次金马奖有什么期待？当然是拿金喽！有没有信心夺金？势在必得。参加就是得奖。没错，台湾大哥大金马奖，人人都有奖，想拿黄金，开办新马，人人开心奖。现在申办金马奖专案，鸿运金币送到家，还有0元名牌手机送给你。欢迎光临，买购，这是公平的。青春期的孩子运动量真的很大，新的蓝纽贝尔斯大魔力运动鞋，3层强化抗磨大底，加抗菌纤维内里，抗压、抗震、抗菌，耐穿、耐磨又耐久，一双会当冻骨篓箱，减轻妈妈的负担。蓝纽大魔力运动鞋全新上市。火锅新三宝，饺子、丸子、麻吉烧，有点黏 ，QQ 的刚刚好。西北麻吉烧。小宝，能不能请你爸爸也拍我一下？好啊。人生的戏开拍，搜寻爱影展。这个耶诞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Android， 只要0元起，就在远传，还送限量 Android 造型4G 随身碟。你的未来，我比谁都关心。知道你爱探索，我为你留了更多的自然。知道你爱光，所以我和你一起打造更多的亮点。我是朋友，你最忠诚的朋友，永远视你为第一。
歌未来第一站，谢谢。谢谢我们的小胖带来这首非常好听《未来的第一站》哦。那也要特别呢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呢，大家在台中县政府呢所主办的呢恋恋中线感恩晚会。是的，我们这场晚会呢，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未来娱乐台以及呢中视数位台同步播出，另外也在广播电台台中广播 FM100.7呢及时转播。是的，说到这场盛会我们可以发觉呢，人的成功或者是台中县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是透过呢一长段时间的努力以及经营。好的，也要为大家来介绍来自东方卫视的洛星。好，洛星在这边哈。是的，他也来自我们这次的盛会呢，一起来参与。谢谢，谢谢。哇，小胖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呢。对，也请小胖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胖林玉群。是的，林玉群啊，其实呢，从这个美国的这个脱口秀。然后呢，再到这个台湾回来之后，成为了台湾之光。您的感觉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呢？我的感觉是，就觉得这好像真的是一场梦一样。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去年的跨年我也站过这个舞台。我记得去年呢，曾经是另外一位女歌手，然后我就发现到有一位舞者很特别，对，手脚很灵活。对，那个时候我是王心凌的 dancer。但是今年你已经是这时候的 vocal 主唱了，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对，没想到我居然可以站在这舞台上唱歌。而且重要的是，他也成为一个国际巨星了，对不对？对，没有错。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小胖为我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让全世界看见林玉群的一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掌声欢迎。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m telling you. Memories, that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So goodnight, don't cry. 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and我非常喜欢的歌曲，然后真的这首歌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在今天晚上带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夜晚。I will always love you， 谢谢。
谢谢小胖林玉群所带来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谢谢小胖真的好可爱哦。对呀，超腼腆的。到最后他还这样子给大家一个动作。感谢大家啦。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要欢迎到我们的台中县环保局局长庄永松也来到了现场。请我们的局长可以为我们挥挥手。另外还有我们台中县的副县长陈茂渊陈副县长。欢迎陈副县长。接下来欢迎秘书长陈良义，请起立挥手致意一下，谢谢。感谢各位贵宾今天的莅临，让我们今天的晚会呢是蓬荜生辉啊。紧接着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呢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乐团文字音乐工作坊，是欢迎他们所带来的精彩演出，掌声欢迎。恰似你的温柔。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个世界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顾及。现场的朋友，拿起你的双手，一起来打拍子，继续。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顾忌，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来自文字音乐工作坊所带来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请现场的朋友们再次热情的掌声鼓励好吗？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
你的温柔。哇哦！用音乐呢串联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呢，是我们在今天呢恋恋中线感恩晚会呢一个主轴。是的，当然呢，也希望呢大家在度过愉快的今天晚上的同时，聆听到好听的音乐以及歌曲的演奏。紧接着，来自我们的文子音乐工作坊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是，哇哦，哇哦，听看看吧。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a perderte otra vez.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írame en tus ojos, vete junto a mí. Piensa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a perderte otra vez.买不到新车哎！对啊，这一台 TDCI 超省油啊，还有机会送Gummy哦。全冻花岗岩全新落成，顶级度假温泉 SPA， 山河海球场景观，7000平中庭，世界级海湾建筑，台北湾汤泉国际海湾造镇28059898。是该告别的时候了。两枚慢速喽。20枚高画质还有智慧录影，只要850元，光特快，宽屏上网。宏图大展，岁岁平安，快来床的世界！买床垫就送欧洲精品寝具，还有好礼加码送内湖旗舰馆27913779。专业品牌，专业研发，医美专家森田 Dr. 周。宏图大展，岁岁平安，快来床的世界！买床垫就送欧洲精品寝具，还有好礼加码送台北市博馆27652779。专业品牌，专业研发，医美专家森田 Dr. 周。刷永丰泰丰卡就回馈现金到您的账户，消费不限商家，无限金额，现金回馈无上限。新一代信用卡还您现金自由，永丰银行泰丰卡，刷永丰，谁比你疯？现在刷泰丰卡，摩托手机疯狂送。醒来了吗？醒来了吧？麦当劳以天然酵母唤醒满福面包的生命力，蜂巢状纹理让口感更扎实，层层美味，新鲜现做，给你一早超有劲。早晨因麦当劳而美好，享受超值早餐只要49元起，拿铁现级降价，套餐升级只要加10元。小宝，能不能请你爸爸也拍我一下？好啊。人生的戏开拍，搜寻爱影展。你的未来，我比谁都关心。知道你爱探索，我为你留了更多的自然。知道你爱光，所以我和你一起打造更多的亮点。我是朋友，你最忠诚的朋友，永远视你为第一。我们把台中县民的热情通通拿出来哦。
当然呢，也要特别感谢这一次来参加我们这次盛会的名政论家，同时也是上海东方卫视的政论名嘴，他等于我们台湾的李涛。对，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呢，我们这位政论家也坐在台上。是的。另外还有我们神冈乡现任的乡长，也是县市合并第1届我们的市议员罗永贞，罗议员也在现场，欢迎他的莅临。是的，在我们今天晚上呢，除了说呢有好音乐之外呢，老中青3代云集耶。但是呢，接下来这位呢，可以说是星光黑妞，知道她是谁吗？听不清楚，再来一次。再整齐一点点，掌声加尖叫，欢迎星光黑妞叶伟霆，掌声欢迎。Hello， 台中的朋友，大家晚安。把你们手借给我好不好？我看到你们。尖叫声给我。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会面来红红。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在忙忙。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讲假。要讨我的爱，放假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采，心情啥温暖，其实我拢知。放假你就来，左边的朋友，把你们的手借给我，不用打节拍没关系，天气非常冷，把你们的手举起来借给我。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来牺牲落命。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在回大。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讲假。要讨我的爱，放假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采，心灵上温暖，其实我拢知。放假你就来，台中的朋友，大家应该都很冷，对不对？我们一起动一动，好不好？把身体热起来。要讨我的爱，放假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采，心情啥温暖，其实我拢知。要讨我的爱，放假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采，心情啥温暖，其实我拢知。放假你就来。谢谢。后代力就来送给台中的朋友。天气有没有很冷？我们热情的掌声，谢谢我的 dancer 好不好？他们都很辛苦，都穿得非常的少。接着带来下一首歌曲，会唱一起唱好不好？开门见山。哪里有 rocker？ 把你们的手借给我。后面的朋友，好漂亮！那是个月亮，出
就是个原谅，并不是你上床。那地上花瓣看完了就完，没必要再联想。什么秋水，怎么望穿，什么灯火，怎么阑珊，什么风景，就这么看，何必要拐弯？打开门就见山，我见山就是山，本来就很简单，不吵自己麻烦，痛就痛，伤就伤，是谁说感情会真的混账？点了灯就会亮，关了灯就会暗，谁活得不耐烦，哪里来的感叹？去就去，散就散，谁说都在磨平了本质。我看到后面有人跳起来了，对对对，把你们的手举给我。那是把雨伞，就是把雨伞，不是感情遗产。那烟消云散，是天气现象，不上浪漫的他。什么秋水，怎么望穿，什么灯火，怎么阑珊，什么风景，就这么看，何必要拐弯？打开门就见山，我见山就是山，本来就很简单，不找自己麻烦，痛就痛，伤就伤，是谁说感情会真的混账？点了灯就会亮，关了灯就会暗，谁活得不耐烦，哪里来的感叹？去就去，散就散，谁说都在磨平了本质。来说这些的朋友在哪里？打开门就见山，我见山就是山，本来就很简单，不找自己麻烦，痛就痛，伤就伤，是谁说感情会真的混账？点了灯就会亮，关了灯就会暗，谁活得不耐烦，哪里来的感叹？去就去，散就散，谁说都在磨平了本质。来自星光黑开妞门见山，耶！大家玩得开心吗？哇，大家应该手都热起来，对不对？应该有运动到了哈。好，刚刚2首很嗨的歌曲，我感觉好像台中县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听那个台语歌，哎，对不对？没有吗？没有。那我唱那个，我还是乖乖的唱好我的中文歌好了。但是今天有一首歌曲很特别，要送给我们台中县的朋友。其实我刚好听到的那个神冈乡的是乡长有来到现场，对不对？其实我是在神冈出生的，所以我很开心来到台中表演，真的，我算是半个台中人，所以每次来这里表演，我情绪都会特别的激动。接着呢，我要带来一首歌曲，要送给台中县的朋友，叫做《苏博伟郎》，送给你们，谢谢。
挑战，所以我竭尽所能为你打气。知道你聪明，只有更多的创新才能满足你。无论走到哪里 ，Made in Taiwan 都是你我烙在世界的印记。我是朋友，你最忠诚的朋友，永远视你为第一。三，你要请你好好照顾。放心，我会给你好好照顾。好，又困。三，你唔讲要甲我照顾？这款才是真正咧甲你照顾。哦，这就像爽啊大啊大鸡，估计忍忍的去做个大雕。大雕连爽骨头酒。灿坤周年庆名牌全新会，12月17到26 ，Connect iPad、iPhone 满额送 ，Thank you 14寸双核读写笔电不到15000，Takeo 10公斤洗衣机不到7900，还可抽 Suzuki 汽车。灿坤。青春期的孩子运动量真的很大，一般的运动鞋很容易磨损，一学期要换好几双，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学期我特别准备新的New Balance 大魔力运动鞋，3层强化抗磨大底，加抗菌纤维内衣，抗压、抗震、抗菌，耐穿、耐磨又耐久，一双会当冻骨肉箱。谢谢New大魔力运动鞋，减轻妈妈的负担。New大魔力运动鞋全新上市。小宝，能不能请你爸爸也拍我一下？好啊。人生的戏开拍，搜寻爱影展。Come on， 跟我一起去旅行吧！哇，这真的不会断哦，这他妈断得很糗哎！师傅，我腿太长了，所以有一点没办法哎，有一点点流畅了。我说我好累哦，我的妈！我可以付钱了事啊！这个比较小，好可爱，比较可爱一点。这可以买回去送观众。知道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吗 ？Come on， 培艺带你去哪里呀？记得告诉我，我就送你。方程式玩广州，培艺带你去旅行。4年，这个县市分开成立台中县政府，到今嘛有65年。在这65年、这65年的当中，希望咱地中关各位乡亲大家的支持，从贫穷到现在进步，全国第三大县。刚才主持人也讲，也说过。我们台中县现在是156万人口，在1个礼拜，过1礼拜，又要升级，又变成台中市。所以今天我们台中县嫩中县，永远记在我们台中县的心目里当中，是咱台中县。虽然这么升级变做台中市来讲，但是呢。今仔日我们是嫩中县的系列活动之一啦，承蒙咱家乡亲大家来捧场，真感恩感谢。所以伫遮我代表馆长跟我们各位县府团队来甲乡亲谢多谢65年来，和台中县一天比一天在生长。再过1礼拜了后，我们还是在生长。台中县永远记在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我们来办理这个嫩中县，希望大家咱乡亲来，尤其刚才咱家乡亲足热情的，嘛感谢今日台中广播邀请这个表演者，遐尼好的节目，遐尼大场的这节目。看不到是咱的幸福，看不到再找我们庄董另外办，
所以这样呢，我跟我们单位主管向各位这个头帽一伸，向各位乡亲敬礼。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谢谢我们县府的团队，因为有他们的辛苦，才有现在台中县的好成绩。真的哦，看一下叶小姐的唱歌，看那辣妹哦，实在品质让我拍摄成大王了。表示人家已经老了。台中县有65岁，我比台中县早出生，我比台中县较早来台中县了啊！所以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各位啊！祝今天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也祝我们乡亲永远年轻，永远健康，也希望各位念念中县。谢谢各位，谢谢。当然，在我们缅怀过去的同时呢，我们更展望未来。是的，台中县市即将在12月25号正式合并升格，迎向一个全新的纪元。所以，我们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展望世界的大台中。也要非常呢，再次感谢我们县府所有的团队，尤其是我们台中县政府文化局哦，特别呢在很短时间之内来主办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很辛苦。谢谢。来，我们再次热情掌声跟尖叫声，好不好？哇哦，谢谢，也欢迎呢各位的莅临呢，在我们这次的恋恋中县感恩晚会。紧接着这位登场的歌手呢，他是好人吗？还是他是最好的坏人哦，他的名字叫做方炯斌，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那一扇车门关住我们的裂痕，一生就诊断了回头的路程。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谢谢 ，Hello。谢谢。好冷哦，今天，对不对？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
太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痛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舍，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宁愿爱一点不舍，也不忍看恋人爱成什么人？耶！谢谢台中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可以出席这个感恩晚会，来跟大家一起相聚。接下来送给大家这个歌呢，叫做《遗憾》，送给大家，谢谢。先唱给你们听好不好？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Hello， 今天很开心来出席这个活动，然后接下来圣诞节也快到了，所以在这边也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然后圣诞节过了没多久就要也是要过年，所以呢，在这边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你们会唱吗？真的吗？真的哈，等一下哈。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哭，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间。未来娱乐台即将播出亚洲最强魔术师刘谦。你的未来，我比谁都关心。知道你爱探索，我为你留了更多的自然。